top, take his belt, and become like Mike Tyson, become like Floyd Mayweather, become like Muhammad Ali. 作为征战 UFC 仅1年半的新星，狼王齐马耶夫居然在八角笼里展示出了巨大的统治力。在他征战 UFC 的4场比赛里，只有中量级的乔恩·菲利普斯撑到了第2回合，其余对手都倒在了第1回合。即便 UFC 次中前15的李景亮也没能撑到第2回合。打赢李景亮之后，狼王齐马耶夫接受采访时称，自己来 UFC 打次中量级只是听从教练的安排，自己的目标是想成为泰森、梅维瑟和阿里那样的顶尖拳王。当齐马耶夫说出这些话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在意，大家认为这个家伙是在说大话。但是在击败李景亮之后，齐马耶夫又用一场比赛，一场零封 UFC 中量级第6的比赛，证明了他的实力。这场比赛发生在11月20日，齐马耶夫对阵 UFC 中量级排名第6的杰克·赫尔曼森。在这场比赛中，齐马耶夫展示出了极强的统治力，哪怕对手比他高1个量级，哪怕对手比他排名要高，但齐马耶夫依然碾压对手拿下比赛。比如齐马耶夫的这套操作，先是一个下压，直接把赫尔曼森压得双脚离地，然后行云流水般抱腿，紧接着一记漂亮转身，将赫尔曼森甩到地面。这种碾压式的力量优势，足以证明齐马耶夫即便是对阵中量级选手，依然完全没有问题。当然，这只是一场摔跤比赛，如果换成 MMA 规则，恐怕赫尔曼森已经被 KO 或降服了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齐马耶夫此前说想成为泰森、梅维瑟和阿里那样的顶尖拳王，可能没有说大话。客观来讲，假如齐马耶夫能够击败乌斯曼，统一次中量级，然后升若到中量级击败黑龙，再统一中量级，那他毫无疑问会成为 UFC 巨星。之后如果他还能够跟顶尖拳王打几场经典大战，那他还真有可能成为像泰森、梅维瑟和阿里那样的人物。当然，这一切的前提是齐马耶夫要能够一直赢下去。不过这条路可没那么好走，因为单单一个次中量级冠军乌斯曼就是齐马耶夫的一个大门槛。换个角度来看，作为拳迷的我们，假如能见证一个顶尖拳王的崛起，也是一段很美好的经历。因为这种励志的经历往往能够激励我们在自己的领域充满斗志，从而冲破一个又一个难关。毕竟对拳迷而言，格斗比赛的输赢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